喺香港做醫生要註冊，大家都會知㗎啦。有一種註冊叫做特別註冊，就係2021年我哋修訂咗醫生註冊條例之後呢，就係醫管局同埋其他公營機構可以聘任非本地醫科畢業嘅香港人返嚟呢啲機構免試執業。如果佢喺呢啲機構入邊繼續進行專科訓練，而又考到專科試，做咗專科醫生，再過多5年呢，佢就可以過渡成為正式註冊。呢啲方案咧，其實係可以幫到唔少香港家長係送啲仔仔女女去外國讀醫，咁佢哋翻嚟，我哋都多啲醫生幫手，其實係一舉兩得嘅事情。幾年前咧，醫管局就大量聘任特別註冊嘅同事，當時咧呢啲崗位係正常編制以外嘅額外崗位嚟嘅，但係今年咧呢啲崗位都取消咗，咁請咗翻嚟嘅同事就納入咗正常嘅編制之中。有啲部門主管就同我講：哎呀，我想請翻1、2個我哋自己今年啱啱畢業嘅同學，不過冇法子啦，因為啲崗位咧已經被之前取消咗嘅額外崗位嘅同事咧係佔據咗。呢個情況當然唔係太理想。我理解咧，實際上我哋係唔夠人做嘢嘅，醫管局需要多啲醫生、多啲同事，但係我哋又要睇住，冇可能話係啊，我要人做嘢，不過我冇位喎。所以嚟緊我會繼續監察政府，確保咧我哋係仍然會優先聘用本地嘅畢業生，亦都確保有志服務市民嘅同學同事畢業之後咧係能夠全數咧喺香港嘅醫管局或者衛生署或者大學服務市民。